咱做伙来祈祷，咱做伙来祈祷。主，阮感谢你赏赐带领，互阮会当做伙自责。主，阮相信，若毋是你，阮实在无法度勇敢来行每一天。主，阮知伫即日，你要赏赐互阮气力甲智慧，互阮知来到阮面前所有的人，检采的是上帝，你要透过伊来祝福阮的。求上帝甲阮做伙伫地，祝福人在今仔日，你要赐互阮做伙听读的话语。愿安尼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阿门。毋知咱对法利赛人的看法是啥物货？我细汉的时阵，特别是少年团契的时阵，受迄个福音书内底，主耶稣咧指责法利赛人，上时有当时也会讲，即个也会批评法利赛人真假的即种讲法受影响，所以对法利赛人的看法就感觉讲，即群是一群真熬假的人。所以细汉想讲法利赛人是歹人，总是事实上，主耶稣安尼讲是有道理，总是其实甲当代对法利赛人的看法其实无啥共款。所以后来新约家其实开始咧改变这个法利赛人的想法，因为法利赛人其实是一群伫犹太人中间强烈主张爱严格来遵守妥拉的一个群体。因为法利赛原本的意思就是分别，所以因就是用律法妥拉做一个红线，然后对遮来计出什么会是圣，分别什么是圣，什么是世俗，什么是犹太人，什么是外邦人。所以法利赛人是迄种严格守迄条红线的人啊。简单来讲是安尼。不过阿甘本这位现代的学者观察到，其实保罗咧称呼伊家己的时阵，伊讲伊是法利赛人咧。腓立比书第3章第5节，伊咧介绍家己的时候讲，我是法利赛人咧。事实上，伫罗马书第1章第1节，伊嘛伫遐自我介绍的时阵，伊也用这字。虽然咱读无啥会出来，翻译这字无翻译出来，原文其实是上主分别伊来宣扬福音。伊咧介绍伊家己的时阵，伊讲上帝是分别我，分别我的意思是啥物货？分别就是法利赛的意思啦。所以换一句话来讲，保罗其实伊对头到尾拢是法利赛人，总是伊相信上帝借着伊的律来分别出属伊甲无属伊的人，总是无过是迄个旧的律。是伫基督内底圣神这个新的律，用保罗家己的话是安尼讲，罗马书第2章29节 A 段是安尼讲，做伙来读这段经节，做伙来读来。真正犹太人是内在的，真正的割礼是新的割礼，是圣神的作为，毋是靠律法的条文。就是因为安尼，所以保罗伊清楚知影，伊要严格守迄条线，到现在嘛是，到后来嘛是，就是伊接受基督了。保罗为着家己遐真侪的同胞毋愿接受耶稣甲这个新的律来，感觉真烦恼。伊感觉真烦恼，总是伊上时也表明，这就是上帝拣选。人会受到怜悯，就是心硬毋愿悔改，拢出对伊。应允既然对上帝来，迄就是上帝的主权。
会记即我搁伫大专中心咧服侍大专生的时阵，阮逐冬拢会举办伫寒假中间，阮拢会举办一个营会，叫做大专圣经神学研究班，我拢叫伊叫做神研班。逐冬阮会透过5工，就是遮个辅导、遮个牧师小组长吼，甲一群大学生做伙读一卷册。然后，所以逐冬拢会选一卷册来读了。然后有一冬，我会记起阮就是读出来记，当阮读到上帝爱摩西带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上帝却对摩西安尼讲：出来记第7章第3节，来做伙来读这段经节，做伙来读来。我要互埃及王的心意。搁要伫埃及地行真侪神迹奇事。伫阮后来读了，伫阮后来小组的讨论内底，都有大学生安尼来我问，伊讲啊，上帝是毋是亲像迄个布地鱼翁啊后壁的迄支手？啊，一方面你互法老心意，啊，一方面搁爱摩西带以色列人出去。啊，是毋是安尼？你是毋是上帝？你是毋是自我矛盾啊？你是毋是？这拢是你的心意啊！啊，是安怎？你的一方面搁互伊心意，一方面搁爱摩西带伊出去。随上保罗嘛咧猜想讲，可能有人嘛会问这个问题，所以伊才会伫今仔日经节内底安尼回答。罗马书第9章19节，做伙来读这段经节，做伙来读来。安尼，你会甲我搁问，既然是安尼，是安怎上帝要地责备人？什么人会当反抗上帝的旨意？既然无拢是上帝的旨意啊，无人会当反抗上帝的旨意。那安尼，我做歹，我心意嘛是上帝所做的啊。啊，是安那人阁会互人责怪、责备，甚至定罪呢？这其实是诡辩，因为上帝嘛赐予人自由意志。所以保罗是安尼应答，保罗针对这个问题是安尼应答的。罗马书第9章20节，做伙来读这段经节，做伙来读来。你这个人，你算啥？敢甲上帝赌嘴？受塑造的物，兼会对塑造的讲：你是安怎甲我做甲安尼？咱来知影，伫旧约甲犹太教的传统内底，时常用做花仔的师傅，甲做花仔伊所做的花仔，比评做上帝甲伊受造物的关系。斯托德牧师就是安尼讲，伊讲。保罗伫遮会反问，强调咱甲上帝中间迄个交，咱敢讲认为受造物会当上帝来拄喙嘛？是若敢认为保罗可能改写对74译本以赛亚书29章16节的后壁，伫遐是受造物咧基起迄个。造物的讲啊，你无将你所做的物，就是我做好啦。所以保罗线落直接安尼讲，罗马书第9章21节，做伙来读这段经节，做伙来读来。烧毁的兼无权通用共一块黏土，照家己的意思做一个贵气的器具。一个粗俗的器具，咱来知影，若无烧毁的、做毁的人，器具本来只是土尔。所有的器具拢是土，是这个烧毁的人决定倒一个灰，做一个物件要做成做贵重贵气，还是做一个要做较普通呢？这其实是咧指当时。伫厝内底所使用的器具啦，为器具做出来，就是真尊贵尊用的，
总是为器躯做起来，就是真普通的啊，可能是普通的碗，咱咧食饭的碗安尼。现在更加对咱指出，伫遮所讲的贵气的这字原文，其实是甲罗马书第2章第7节 A 段是共款的哦。咱做伙来读这段经节，做伙来读来。遐会坚持做好事，追求荣光尊贵，甲袂败坏的性命的人，上帝赐因永远的活命。迄个贵气就是尊贵啊。原文是共款的，虽上迄个普通翻译做普通，还是粗俗，原文应该做见效，因为这甲罗马书第1章26节的 A 段讲，上帝凊彩因到见效的情欲，这是原文照伊译的吼共款，所以迄个见效其实是甲迄个罗马书第1章26节是共款，所以这是咧指什么话？头前迄个尊贵是咧指遐个得到上帝儿女的人，然后后壁这个粗俗是咧指遐个落伫上帝受气的人。罗马书第9章22节刷落去，安尼讲，做伙来读这段经节，做伙来读来。虽然上帝要表示伊的受气，互人知伊的权能，要顾用真大的宽容吞忍遐个惹伊受气，应该灭亡的人。原文是讲，若上帝想要受气被显明，权能被彰显，伊就伫真侪宽容中吞忍避办遐个要拄着毁灭受气的器皿。所以事实上，22节这嘛是咧回应迄个做废的甲废中间的意思哦吼，只不过咱现代中文译本其实是来翻译做人啊，开始是来翻译做人。保罗是要安尼对咱讲，上帝若为着遐有罪的人做啥物货，这拢完全出对伊的怜悯。伊若啥物货拢无做，宽容凊彩人伫罪恶中来毁灭、来对立，也无啥物所谓的无公平。保罗其实是要讲这样代志。罗马书第9章23节刷落去，做伙来读这段经节，做伙来读。伊为着所有备来接受伊的荣光遐个人，就是伊怜悯的对象，伊搁较会互因知伊的丰富的荣光。和合本是安尼翻译，将伊丰盛荣耀彰显伫迄个受怜悯、早备办得到荣耀的器皿顶头。所以，这共款拢咧讲迄个做图的人甲互人做的人。不过，这已经来翻译是现代中文的译本、台语译本嘛来翻译做人啊吼。伫这希腊文的器皿是复数，象征真侪人。所以现代中文译本就来翻译做咱。斯多德牧师是安尼讲：上帝有的行动，这两层的行动，怜悯甲凊彩人的心意，拢对伊的属性。虽然咱无法度明白上帝是安怎会经某一个人得到荣光，凊彩某一个人对立地教毁灭，总是两个拢是上帝的启示，透过这个启示显明伊的吞忍甲审判的受气，更较显明的是伊伫救赎中的荣耀甲怜悯。罗马书第9章24节，做伙来读这段经节，做伙来读来。咱拢是伊所呼召的，毋那对犹太人，嘛对外邦人中间呼召。原文是这个伊所呼召的，甚至有咱。那换一句话来讲，保罗是咧对这群罗马的教会群体中间，甲因做伙出声，甚至有咱哦。咱这原本被排除的人，
咱嘛是有上帝的旨意。对上帝的角度来看，无分犹太人也是外邦人，只要是伊所呼召，拢是伊所任命被办要承受上帝荣耀的人，或是讲器皿。保罗要对咱讲，对即时开始无搁用犹太的律法 Torah 来分别彼此。有犹太人，嘛有外邦人，拢会当成做上帝荣耀的承接，上帝荣耀，敢若承接上帝荣耀的器皿共款。总是事实上，嘛有犹太人，嘛有外邦人，上帝会凊彩因心意。罗马书第9章25节，刷落去安尼讲，做伙来读这段经节，做伙来读来。照伊伫何西阿书所讲，本来毋是我的子民的，我要称呼因做我的子民；本来毋是我所听的，我要互因做我所听的。保罗是改写对70书译本何西阿书第2章25节，这是先知针对迄群无重视伫上帝北国以色列所发的信息。因为因无重视，所以上帝无搁施行任命，无搁看因做上帝的子民。罗马书第9章26节，刷落去安尼讲：伫做伙来读吼，伫迄个所在，我捌对因讲：恁毋是我的子民，上款伫遐，因会叫做永活上帝的囝儿。保罗其实大字引用对70书译本。何西阿书第2章第1节，咱来知影何西阿书第1章发生什么代志？何西阿书第1章，何西阿伊的某生3个囝，后壁迄2个囝，何西阿拿号名叫做无搁得到任命，毋是我的子民，2个哦，头一个迄个何西阿书第1章第6节。何西阿拿号名叫做，生出来囝叫做罗路哈马啊，罗路哈马。然后毋是我的子民，叫做罗阿米，迄叫何西阿书第1章第9节。所以新约教咧要讲，这头生啦，这就是何西阿下某出嚟甲人头生，所以毋才会叫做毋是我的囝。简单来讲是安尼吼，毋是我的囝，无受听，啊无太什物人会号伊的囝的名叫安尼？无人会叫伊的囝讲无受听。总是上帝会甲伫何西阿书内底，先知讲上帝到尾会任命因，佮甲因立约，接纳因。做伊的囝，所以保罗用来讲什么话？保罗用来讲上帝为接纳归信基督的犹太人甲外邦人来成做伊荣耀的器皿，然后因搁较会当成做伊喙内底所讲我所听的。保罗接着安尼咧强调，上帝有权。伫任何时间呼召接纳任命任何一个人。罗马书第9章27节，做伙来读保罗安尼诠释以赛亚先知所讲的，做伙来读来。关系以色列人，以赛亚捌宣布讲，虽然以色列的子孙亲像海沙遐尼多，毋过。只有所剩的少数会得到救。这句头半段差不多出对何西阿书第2章第1节的头前，总是因为内容真亲像以赛亚书第10章21节、22节，所以神学家咧讲一项代志，对迄个何西阿，迄个真正面的信息，怎么要挖对？较负面的方式，暗示有人会得救，
有人未得救的信息，因为咱读到以色列的子孙亲像海沙遐尼多，互咱想到啥？互咱想到亚伯拉罕，上帝互亚伯拉罕的应允，对无？上帝互亚伯拉罕应允讲，你的子孙要亲像海沙遐尼多呢？总是歹势哦，以赛亚书就讲过啊哦。虽然海沙遐尼多，以色列人跟那海沙遐尼多，总是咧只有少数会得到救。所以照着这款会解说，保罗要指出，当时少数归信基督的犹太人，就是亲像以赛亚所讲的少数会得救的人。罗马书第9章28节，做伙来读这段经节，做伙来读来。因为主伫地上为真紧搁彻底执行审判。这个审判原文的意思，就是当时用伫商业过价算数，所以迄个算数。所以换一句话来讲，保罗咧讲啥？保罗讲：恁莫想讲，即莫悔改哦。上帝真紧甲你算数哦，上帝真紧甲你算数。罗马书第9章29节上尾这节，做伙来读这段经节，做伙来读来。这是照以赛亚以前所讲，若毋是主万军的统帅甲咱留整，咱早就亲像索多玛，嘛亲像蛾摩拉。保罗大字是引用以赛亚书第1章第9节。先知以赛亚原本是针对南国犹大的谴责，但因类比做索多玛、蛾摩拉。索多玛、蛾摩拉是啥物回事？互上帝受气降火来烧毁的城。所以换一句话来讲，保罗一方面是强调遐归信基督的人是得救的子民，另外一方面是咧指出检采犹太人是才会背道以色列的后裔，因所会当留到现在，毋是因为黑暗，就是有互人恶乐的行为，只是因为上帝的怜悯。历真特别有一本美国的牧师卢卡杜所写过的一本互囡仔的册。伫这本册内底，咧描写故事咧讲，有一群称作维美克的插头插头人插头人，迄个木头人的意思啦吼。有一群叫做维美克的插头人，这群拢是一个目像叫做伊莱所做的。然后每一个所做出来的维美克人，拢生做无共款。总是这群人，这群维美克人，逐工拢惊做一项代志，就是去别人的身躯打贴纸。打贴纸有两种。一种贴纸，大纸啦吼，大纸；一种大纸叫做 Golden Star， 就是金星。另外一种大纸叫做灰点点，就是带你比赞还是倒赞的意思啦吼。总是，所以这就造成一种现象，就是遐生做真水。真有才能的，会互人打 Golden Star， 就是金星。总是遐无好看，生做无好看，啥物货拢袂晓的人，迄个插头人，会互人打灰点点。然后有一个中间有一个维美克人叫做胖哥，伊生做真无好看，嘛无啥物才能。所以做啥物货，伊安怎做拢互人踢笑，所以伊规身躯拢互人打迄个灰点点。
啊，因为伊身躯顶头火点点伤多，所以伊就想讲我莫出门啊。啊，每一遍出去拢互人打火点点，做啥物货拢互人踢笑。直到有一天，这个胖哥拄到一个真特别的插头仔人，这个插头仔人叫做露西亚。这个插头仔人真特别哦，是安怎？啊，身躯拢无打啥物货。啊，别人想要来打嘛，打袂好势，拢会落落来，真特别。胖哥就想讲，我嘛想要亲像安尼呢，别人甲我打，我就打袂掉，就会落落去。然后问这个露西亚答胖哥讲，你真简单哦，只要逐工去找迄个依赖就会使。所以胖哥的。有勇气走去山顶去找迄个做伊的目枪依赖。依赖看到胖哥身躯顶头有真侪火点点，胖哥就来应讲：我毋是雕工要爱这个火点点的啦。依赖来讲：我无地意唯美客人安那看你，安那想你。你嘛无应该注意别人安那看你。我认为你真特别，这就是这本册的由来哈。你很特别，我认为你真特别。胖哥讲啊，我来是因为我拄到一个迄个大纸打袂掉的人。啊，是安怎伊身躯迄个大纸打袂掉呢？这个创造的人因伊讲，因为伊决定要将我的想法看了比别人的想法较要紧。只有当你互大纸搭伫你身躯顶头，这个大纸才打会掉。亲爱的兄弟姊妹，这个囡仔册啦，这其实是一个囡仔册吼。我袂使互大家看迄个影片，不过确实无毋对，咱确实是活伫一个咱真惯势互相打标签的社会内底。咱这个社会会安怎？咱这个社会会分讲哪个、劣个、较欠的。身躯较臭的，好野的，穿做啪哩的，有能力的，无能力的。所以现在的社群媒体嘛真惯势哦。咱知影，咱若市站吼，每一个站，迄个拢有电脑咧分析哦，然后伊会将咱较爱的送来互咱看哦。电脑是安尼啊，即摆是 AI 是变做安尼啊。所以咱看到的拢是甲咱差不多同群的人，因为甲咱属性同款。这就亲像过去用 Torah 来分出彼此同款。性，什么是性？什么会是属？什么人？会互上帝怜悯，什么人会互伊审判？所以咱爱真注意敏感着这项代志，爱细字对咱开始的审判，因为咱不只是咱嘛会去审判人啊，咱心中拢有一个目镜，会去分出。什么人甲我共党的，什么人甲我无共党的，总是这当是上帝的心意。Price 这位当代出名美国的作家是安尼讲，伊互什么人叫做圣徒一个定义。伊讲任何人不管伊有偌侪瑕疵缺陷，伊会当用本身做榜样，毋是用讲的，带咱去
领受着迄件互人上歹想象的事，就是上帝对所有创造物遐完全的疼。那安尼，迄个人就是圣徒。亲爱兄弟姊妹，请爱会记真，就亲像我拢会时常甲人讲的，不管牧师讲偌济，就是会有人会感觉啊，牧师就生一支喙尔，好累累。安那选择，拢有可能只有法度互部分的人满意，部分的人所听甲接受。因为安尼，咱会打人标签，随上真歹势，别人嘛会甲咱打纸，真歹势，拢有，拢会。咱这个社会就是安尼，总是咱拢需要会记住，专心去听上帝的声。咱较注意的做基督徒，其实是较注意上帝的想法，比别人的想法较要紧。因为上帝透过保罗咧对咱讲，迄个进前叫做无受伊疼的，迄个进前叫做毋是伊会惊的。当因听到呼召接近因，信靠伊，就会当成做伊荣耀的器皿。所以，不管咱伫这个破空，亲像破空的世界内底，互人打偌济打纸，只要伫咱迄位听咱的消费的人手中，伊要接纳，把咱抱起来，要对咱讲，你真特别，搁较是我所听。做伙来祈祷。主求你怜悯阮，你知影阮就活伫一个破空的世界内底，阮确实真容易用阮家己的眼光去评价这个世界，去对这个世界侪侪的人甲代志做出阮的判断。因为安尼，阮也会失落真多。阮上时嘛，诚做互人打纸的一个人。主求你怜悯阮，怜悯阮所做的审判，帮助阮，互阮毋是注意别人的眼光，只有注意你的话。求你帮助阮，互阮透过你的眼光去看，原来阮就是你所听。你要看阮做真特别，你要接纳阮、听阮的迄位上帝。主求你甲阮做伙伫地，阮安尼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阿门。